我来看，伫南投埔里的虎头山，伫遮是真出名飞飞行线的所在。昨昏有2个人可能是飞了伤晚，这线索是颠掉的，怎烧落落落树林，加在是无造成人员的伤亡。 2个飞行线伫空中直飞，暗过飞的煞烧浪颠做火落落树丛。南投县埔里镇出名的飞行线圣地虎头山，七八尾嘛有民众看到意外发生的时阵，把影片打伫个面册，引起讨论。我们昨天的气流并不是很好。那香港的学员跟我们台湾的一位飞伞员在山边做盘旋的时候，学员的部分并没有注意到就是伞的距离跟高度，所以才造成这个事件。 那当下回报人员并没有受伤，也没有失联。虎头山海拔差不多600公尺，会当看规个埔里盆地。一年四季气流稳定，互人当作是全台湾真少数适合飞飞行线的活动场所。当地飞行线业者是讲已经经营真久啊。不过南投县政府去年根据体育署函令飞行线运动无得到许可，捌停飞。今年2月已经搁得到合法经营资格。业者是讲当时是一个香港来的学员，甲一个台湾人伫山边飞，迄天气流无强。 双方无注意离远远甲关度，唔再烧浪，线挂伫树顶，透过无线电通报无受伤，家己回收线锯转来，所以无通报。那第一时间有用无线电安全回报业者，也自行返回飞行场，所以该事件没有任何重大伤亡发生。如果尔后有重大伤亡事件，我们也要求业者一定要第一时间进行通报。 南投县教育处表示，体育署伫2022年有订定无动力飞行运动，也甲伊的经营管理办法，规定有重大伤亡事件爱伫3点前来通报。设备意外因为无伤亡，所以无违规。不过也是希望业者会当主动通报，才通掌握消息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